据一家致力于中国维吾尔问题的人权组织的报告，自2014年以来，至少有630名阿訇和具有宗教身份的人被拘留或被送进监狱。维吾尔人权项目编写的报告指出，有18名神职人员在拘留中或被拘留后立即死亡。这些被剥夺自由的阿訇被指控散布激进意见，以破坏秩序的方式将群众聚集在一起，挑拨分离主义思想。据家庭成员说，这些神职人员的主要罪行是讲道、领导祈祷小组，实际上是执行正常的宗教职务。该组织试图揭示总共1046名穆斯林神职人员的经历。美国国务院5月12日公布了2020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出席记者会时发言说，中国广泛地将宗教言论定为犯罪，并继续对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成员犯下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布林肯谈到，正如今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所指出的，对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来说，这项权利仍然遥不可及。事实上，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56个国家，包括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对宗教自由有高度或严重的限制。他随后依照国家举例说，伊朗继续恐吓、骚扰和逮捕少数民族信仰团体的成员；在俄罗斯，当局继续以所谓的极端主义为借口，骚扰、拘留和拘押耶和华见证人以及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财产。布林肯说，而中国广泛地将宗教言论定为犯罪，并继续对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成员犯下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他还宣布，美国制裁中国共产党一名官员，指其涉嫌严重侵犯人权。财富杂志发布年全球50位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排行榜。维吾尔裔美国人权律师努尔·特克尔排名为17位。财富杂志如此描述：自1998年美国授予他庇护以来，特克尔一直以杰出的人权领袖而闻名。他的工作重点是中国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待遇。他担任华盛顿特区维吾尔人权项目董事会主席。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去年任命他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他已敦促国会禁止从东突厥散进口棉花、纺织品和其他商品，直到中国结束维权人士所说的对当地居民的拘禁、强迫劳动和文化灭绝。他还列举了有力的理由，敦促美国公司重建供应线并切断与中国的贸易联系。新西兰总理阿登名列第1，特克尔名列第17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马拉拉·约索夫扎伊名列榜单第31位。据报道，中国云南省大理市一直升机坠入洱海，4名机组人员死亡。大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通报称，5月10日上午10时20分许，在大理市湾丘镇湾丘村大沙贝山森林火灾清手火场增施作业中，一直升飞机在取水过程中意外坠入洱海，4名机组人员不幸遇难。据大理州事件应急救援领导组消息，初步核实，坠入洱海的直升飞机内共有4名机组人员。作为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中心，我们祝贺包括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侨民在内的全世界穆斯林开斋节快乐！我们真诚地祝贺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节日快乐！祈愿安拉让我们健康安宁地迎接下一个节日。